近期睇咗出電視劇集《傳走人》，俾阿夏兆星呢個角色吸引到我睇，非常值得同大家分享一出近期好難得嘅佳作。出戲嘅內容好似盲盒咁樣，每一集呢有好精彩嘅演員參與，你係唔知嘅喎。而且每一集呢好似微電影咁樣拍得好流暢，非常值得同大家分享嘅。除夏兆星之外咧，其他演員我唔熟，不過我知道入面 Miller 嘅隊員有參與嘅。最重要就係出戲真係拍得非常之用心，直情成出戲俾我感覺上好似微電影咁樣，角度上啊觀賞度非常之高啊！而且咧每一集嘅故事咧係單元性嘅，唔使追，睇得好開心。而且每一集咧令到你睇完之後咧，有香港貼地感嘅香港生活嘅小人物嘅角色嘅參與，一出值得推薦俾大家欣賞嘅電視劇集，導者嘅心機，所有演員嘅用心演出，值得向大家推薦嘅。如果香港有一啲好似北美洲啊、韓嗰啲咁嘅電視大獎咧，呢出電視劇集咧一定攞獎，希望大家抽時間欣賞下啦〜